中国货轮越州客航到达游玩靠搭伫咧新北的野柳海边啊，这11月初1的时阵呢，航港局有讲要抽油，毋过到搭车背啊，所以拢无人来做。因是解说讲这风影伤过大，天气无好，无法度抽。今日航港局也有请这货轮的保险公司甲海事业者安排搁较大只的工作船来到基隆港，安尼伫咧风影当中抽船会较早。上近礼拜风影若稳定就会当抽啊。 中国的货轮越州客航到达约克达，伫新北野柳的海边啊，不时拢有海影拍起来。航港局伫11月初1就开始讲要抽油，毋过到车背也袂抽。着餐厅业者烦恼讲，若是漏油，因这海产店就拢无法度开门做生意，因为餐厅真需要抽海水到鱼肚啊、海产才会活。因为我们的抽水马达在那个海边港边，所以里长与广播请我们。 海水马达停止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抽海水，因为怕上面会浮层油，我们的海鲜这边都会没有办法再养下去。这只货轮顶悬阁有290吨的油，阁伫咧油箱内底。航港局是回应讲，台湾目前因为天气的关系，也无法度抽油。拜五一定有派较大只的工程船来到基隆港。拜六若是好天，才会开始做抽油进前的准备作业。礼拜才会开始抽油。若是顺利拍算5天的时间，通先甲247吨的重油抽出来。 所以我们就后来去找到评估的结果，找到这艘属于有这种动态定位的一个船舶，比较适合在现场做抽油作业。预计明天如果海气象好，它就可以到现场去作业。即马风影也是真大，就惊货轮有出现漏油的状况。除了航港局、新北市环保局，逐工嘛派12名人员咧巡视船只的状况。以3班轮的方式，24小时随时监控这个油污有没有泄漏的一个情形。如果是今天是由环保局这边所指引的各项的一个应变的一个项目所花费的一个金额，未来一定会跟这个船东做一个求偿的。 即摆中国货轮靠搭伫台湾的海域，航港局甲环保局表示，所有损失而且中国一个货轮保险公司来负一理赔。目前新北市甲海保署拢伫野柳、东澳渔港等所在设炸油所甲输油迷所预防漏油。记者戴阿选、柯敏哲新北报道。